有中国人走去金门县府等统一的宣传单，移民署甲赶出境，限制2年内袂使过来台湾。台中市府甲农业局长、环保局长同步处长3个人免职，明仔载猪仔就会使再去猪杂处理拍卖。美国总统伫公开活动去互卡来手内性骚扰，向反方逮捕，总统嘛提起刑事诉讼。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晶。新闻头起先来看这中国有影是出头了了。来看有一个中国人坐小三通来金门，今日透早举一支旗仔，顶头是台湾国旗和中国国旗印做伙。这个中国人举入去金门县府，乌白等统一的宣传单。移民署调查，确定伊违反两岸条例，甲伊赶出境，限制伊2年内袂使过来台湾。光一面是中华民国国旗，一面是中国5星旗的旗仔。这个中国籍姓罗的查甫人，初六早起，真大班的行入去金门县政府大门，佮开始等真侪统一台湾的传单，造成民众的议论，随即有警方带回警讯。从那个马路上先撒了一次，然后直接走进来，去那个前厅的大门口也撒了一次。移民署调查了后，确定伊用旅游的名义经由小三通到金门，伊煞做甲入境许可无共的活动，所以照两岸条例送伊出境。大陆台独，两岸和平统一。有4个移民署人员陪伴伊去坐船，伊半路姓罗的查甫人佫一直放声话，讲号做伊是和平统一的推动者。移民署讲会依法管制伊2年袂使过来台湾。厘清如来台之动机及目的。如然嫌从事与区隔目的不符的活动，查一下说这位卢姓男子他是不是有邀请单位？因为陆客来台很多，他背后都是有邀请单位。我们会请邀请单位说明，必要的时候，我们对邀请单位也要有一定的裁罚。另外，这阵啊网络流传真侪通钱的 App， 进前中国网友推出规家 App 了后，台北市员阁发现一款台湾造型网页 App， 会当邀请朋友，会当透过微信捐钱，引起质疑。很有可能是为了要骗取民众的个资，以供后续作为一些非法的利用。那同时也不排除可能是想要在台湾发展组织，作为吸纳成员的一种手法，产生纷扰的一种认知作战。刘委会指出，这种 App 好亲像是为了诈骗民众的个资，而且警察调查机关去了解相关的手法，是不是有牵涉到诈欺危害防治条例，也甲国安法法典组织罪这的罪责严格查办。记者采访报道。初六中昼，猪仔就恢复运送啊！若初7开始，就会使再去猪杂处理拍卖啊！这15天的禁令，也地署全国增加39万只猪无处理。若做一届拢送去猪杂，这计数可能会崩盘。所以农业部决定，逐天会限制数量，若有必要，就会抽口登记。若这阵啊，猪农甲肉店的损失嘛真惨重，农业部也讲会提供补助。一大堆猪仔红挂去咧货车顶悬，准备要送去市场等拍卖。外地15天禁运令伫初6中昼解禁，初7暗时0点开放多再拍卖。屏东有市场初6中昼开始准备运出600只。已经2个礼拜15天没有运了，里面的畜舍也是有压迫到。我相信外面的冷冻厂跟市场，他们应该也有需求。过去15天，猪的体重起哩到105到106公斤，已经超出市场规价体重100到103公斤真济。禁运禁载造成饲猪场的压力，平均逐只猪的成本加1000块。并且因估计全国15天加出差不多39万只搁留伫猪场内面的猪，大家抢要运出去，造成一寡猪农初6排无出猪。超当就是赶要出，赶要出就是讲较会产生这款问题，塞车问题。这加留伫场内的猪，大多数拢超重，价小较歹，为着防止猪价因为数量伤济崩盘，农业部暗算到明年3月底为止，逐礼拜拢开调配会议，就市场的公司和产业的意见议定，逐天上市的数量。那供给伤济，会采抽签登记制定方式。数量或者价格有一些波动的时候，我们会协调这些冷冻厂适时的进场来做屠宰冻存，那确保猪农能够得到合理的收益。农业部提出饲料差价优助补助等饲猪产业链补助计划，希望补猪农的损失。但是嘛强调讲，外地的运送含多载虽然解禁，但是用喷去饲猪同款是持续禁止。若是互发现会管制禁止耍动，猪也无法度上市，而且取消饲料差价才补贴。虽然中央有补贴政策，猪农嘛是烦恼非洲猪只影响猪卖买去。行政院长窦永泰公开话话，爱国人安心食猪。非洲猪瘟是一种只会传染猪只的动物性疾病。这个周末开始，
我们尽可以放心的走访各个市场或夜市，享受各种的卤肉饭、肉丸。找到一套早传统菜市仔肉但同款是无啥物人。上紧初市买暗的时阵，部分大商就当供应温体猪，初八早起恢复正常。除了农业部宣布补助肉蛋达3万，高雄市政府嘛对咧加补助达1.5万。暗算伫禁运禁载令解除了后，派人去市场帮助办理补助的申请和造册。中央地方通力合作，希望降低非洲猪这冲击，甲大家对国产猪的信心找回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风台风目前是加向菲律宾的北部，上紧后礼拜就会转向北平，可能会为台湾东部回过，或者是加向南部。因为风的路线和顶回丹那是正常，后礼拜1到拜3，南部风会正透，北部、东北部和东部就要注意会落风台雨。东北季风走啊，北部地区的日头小看出来，不过说落来秋天的风台就随过来啊。今年第26号风台风，即马是伫关岛迄边，强度阁是轻度风台，但暗算后礼拜都有可能影响到台湾。礼拜日晚上一直到下周1。一直到2及3这段时间，是它明显北转的时候，那也是距离台湾最为接近的时候。配合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整个迎风面雨势是会变得非常明显。根据气象署的观察，风台目前一路是对西北西的方向往菲律宾的北部过去。后礼拜1入去到菲律宾北边的陆地了后，刚刚就会出现关键北转的角度。那太平洋高压较弱，会提早北转，有可能下过台湾的东边，但嘛有可能入去到南海了后，再个北转，直接拢入去台湾的南部，也是入去广东沿海。气象专家们提醒，风台有可能到强台是中台。上限，但伊伫经过菲律宾陆地，也是往北拄着东北季风的时阵，可能减弱，但整体规模嘛是对台湾造成剧烈影响。又强又大，对于我们台湾地区啊，几乎当它靠近的时候啊，几乎全台各地都在它的7级暴风圈范围之内，那一定要特别的防范哈，尤其是中南部的。这个强风哈，专家提醒讲，伫风台挖近的时阵，南部地区要特别注意透风。气象署嘛表示讲，对礼拜开始，沿海地区就可能出现9级到10级以上的强阵风。另外，北部、东北部和东部地区，嘛有可能会出现大水雨，千万袂当大意。记者综合报道。那风台海鸥是扫过菲律宾的中部，还属有起做大水，灾情真严重。目前已经有上百个人死亡，阁有26个人失踪。菲律宾的政府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海鸥风台侵袭过了后，东灾区的所有的民众，登去厝发现家园是绿葱葱，街路四围拢是落果梅甲残骸，汽车像擦胶啊共款贴起来，毁损真严重。测试登陆菲律宾中部的海鸥风台带来地灾性的雨量，所有市区会被绑好大水，因到厝顶真侪民众未负整理行李，就紧走。登去厝了后，发现家园拢浸伫落果梅内。救灾情报显示，有一寡所在的落果梅深30公分。Biglang pumasok yung tubig, kaya kami wala kaming nadala. Kaya first time ito nangyari dito sa almost 16 years akong nakatira dito. Ngayon lang ito nangyari. 附近的塔里沙市灾情也真惨重，采用轻机架载起的好边厝倒规片，街路四围拢是高高的落果梅，毁灭性的大水来得紧搁急，伊老的厝会当讲完全拢淹掉，因为食程度完全停止，讲到灾后生活，居民忍不住悲伤起来。Wala jud kaming nahimo. Wala jud kaming napunit sa aming mga bahay, sir. Walang-wala po kami, manginanglan kami ng tulong. Yung nililalim sa among 海鸥登陆进前的24点钟，已经为所有市区带来183毫米的降雨量，超过当地逐个月平均雨量真济。当地政府已经有先针对中部地区撤离20万人。风台登陆了后，万达飞市的救援人员无顾到水淹甲腰啊，撩水去救灾民，灾后罹难人数一直升悬。敢若伫所有市区的立罗安，救援人员就找到35具遗体。气象专家表示，气候变迁加强风台的威力。较悬温的大气容纳更较侪水汽，造成落雨量更较激烈。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美国中小企业和12个州政府控告总统 Trump 扣对顶关税是违法的。
这案目前伫咧联邦最高法院辩论，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的法官，拢对政府提出质疑。到今年9月为止，对顶关税牵涉美金900亿的税金，大法官也答应上今年底进前会做出裁决。美国总统川普以国家经济状态为由，开先例援引1977年制定的国际经济管理法，对全球贸易盘实施10%至50%关税做法，敢有适当，敢有合法。初五伫联邦最高法院进行3点钟的辩论。9位大法官，无论是原本立场是保守派，也是自由派，拢对联邦政府的代表、司法部诉讼处长索尔提出质问。保守派的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对总统监视侵犯宪法所赋国会权力提出疑问。保守派大法官巴瑞特也对国际经济权力法授权总统针对国家紧急状态管制进口、关税监视符合管制手段提出疑虑。Our message today is simple. The Constitution, our framers, 238 years of American history, all say only Congress has the power to impose tariffs on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ariffs are nothing but taxes on the American people, paid by Americans. This case is not about the president, it's about the presidency. It's not about partisanship, it's about principle. It would be devastating for our country if we lost that. Devastating. I think it'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aybe the most, bu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ses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到9月为止，这个诉讼牵涉到进口税金额达到900亿美金。那头到6月才做出裁决，税金总额可能会提升到1兆美金。为此，大法官已经同意会缩刑缩决，结果上紧可能伫年底公布。一旦川普败诉，就要将扣的关税害予企业。要么过财政部长毕辛德已经表示，就算最高法院无支持，因犹原有别个法条会当用执行关税政策。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看墨西哥总统伫咧首都出席公开活动，当咧和支持者搬烂，扫一个查甫人对伊骹内手内，想要甲头枕头揽，这过程拢互翕落来，传去网络引起讨论。论真来讲，性骚扰伫咧墨西哥当地毋是罕见的代志，甚至讲是真普遍。即马连总统也拄着啊，代表问题有影是真值得。总统表示，伊若毋徛出来，墨西哥女性是搁较无望。目前总统是已经甲即个查甫人提起刑事诉讼，若总统慰安也引起质疑，这慰安人员哪会无随保护总统呢？因为前几日才有市长互枪杀，当地连续发生暴力甲性骚扰事件，治安也引起质疑。墨西哥总统63岁宣保姆当和支持者在开讲，一个啉酒醉的查甫人对后壁挖过去，先是踮伊的肩胛头，再搁浸宣保姆的颔棍，而且用另外一支手去吸伊的胸坎。啉酒醉的查甫人互随后制止了后，就互警方逮捕啊。迄天宣保姆当要对总统府行去教育部，本来只5分钟的路程，因为支持者的热情，伊小可停落来。宣保姆讲，迄当阵伊也未意识到家己被骚扰，只是感觉讲敢若有人挖伊足近的。宣保姆嘛，伫个过灯港的记者会顶管表示讲，已经对这个查甫人提出刑事的诉讼。Y no repito, no es un asunto de ser la presidenta, aunque si eso le pasa a la presidenta caminando por la calle, pues que no le pasa a otras jóvenes, mujeres. Entonces no podemos dejarlo pasar como si hubiera sido cualquier cosa. Entonces sí presenté la denuncia. 宣保姆讲，伫伊12岁坐大众交通工具的时阵，嘛拄过亲像这种骚扰。做一个总统，伊认为讲，伊对所有的女性拢有责任，呼吁墨西哥所有的州拢甲性骚扰和骗术的行为定做刑事犯罪。当地妇女组织指出讲，对这个案件会当看出墨西哥的大查甫人主义是有够严重。伫这种社会之下，互墨西哥的男性认为讲，伊会当凊彩骚扰女性，甚至是总统。除了这以外，台女性伫墨西哥嘛是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虽然宣保姆伫竞选的期间承诺讲会解决相关问题，但即马看起来是无任何改善。Es algo muy común y creo que debe dejar de normalizarse. Hay que hacer la denuncia de que esto no está bien. 不过，敢若嘛有民众认为讲，宣保姆想要利用这个事件来转移民众的焦点。Tiene seguridad y sería muy doloroso, vergonzoso que utilicen esa situación para tratar de desviar lo importante de este tema
De verdad, daría muchísima vergüenza que nuestra representante tenga que acudir a esas situaciones tan bajas para poder tenerle compasión. La verdad es que lo único que pedimos es que atiendan las cosas reales. 对这摆的事件，会当看出美国的总统维安是出现真大的破口。宣保姆维安的随访嘛受到真侪批评。宣保姆出去的时阵，做法是尽量减少安全措施，而且常常和民众在互动。伊伫记者会顶悬表示讲，目前无打算改变这个做法。除了总统洪骚扰，前几天嘛有市长伫个亡灵节的庆祝活动内面，互枪手近距离开枪死亡，互大家更较广泛讨论政治人物的安全问题。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中国的电商平台SHEIN最近因为卖查某囡仔型的色情红仔引起争议，即阵伫咧巴黎店面有民众走去抗议，法国政府也宣布要暂停SHEIN线顶平台服务。示威者伫SHEIN实体店开幕迄天入去店内摇摆抗议，不过真紧就互人请出去。当时有袂少人等去选买，差不多这个时间，法国政府宣布已经开始将SHEIN网站关起来，主要就是进前几天SHEIN网站伫卖囡仔造型的充气红仔，去互社会一直严厉批评。Donc moi je salue cette décision. Je peux vous dire également que la décision de suspendre cette marketplace, elle avait été prise par Chine avant. La demande du Premier ministre. Voilà. SHEIN 2012年伫中国创立，主要是卖中国制造的服装甲产品，绩效正俗。当时也因为供应链可能有强迫劳动问题，扣人批评，包括中国西部新疆地区的强迫劳动，若是卖未成年外形玩具的争议。法国议员佫发现SHEIN平台顶卖武器商品，而且是法国禁止的五指虎甲骨头啊。政府宣布1点外钟前，SHEIN伫历史真久的 BHV 百货正式开幕。有抗议人士惊SHEIN未见效，用金属金派的丝加米造成环境负担，有顺首都巴黎进步形象应表示不满。Entreprises comme SHEIN qui détruisent les emplois, la planète, la santé des Français aussi. On n'en parle pas assez, mais tout ce qui se retrouve dans ces tissus-là, parce que mal fabriqués, impacte la santé des Français. 目前也无清楚SHEIN网站暂停停售是不是影响巴黎实体店的营运。除了SHEIN，还有另外3个电商平台嘛当地互调查，原因就是平台顶有牵涉到暴力色情，也是违反人性的尊严内容，这些内容也有可能去未成年接触到。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来看欧洲国家拉脱维亚有一款新型的拿纸无人机，透过 AI 追踪目标来攻击引爆炸弹，这也正做北约东部防线的重要武器。另外，这乌克兰的东部前线最近是欠兵啊，真甲真辛苦，一个无细致可能就会互罗西亚接去。飞机起飞像政治共款伫空中飞，尾啊烈焰拿炸无人机嘛飞伫空中，准备拿炸飞机。这是拉脱维亚甲国防科技公司 Origin Robotics 合作开发的新型拿炸无人机。未来2-3个月内，这无人机会变自主捍卫东欧防线重要角色。目前拉脱维亚这几个月已经对新型无人机进行实弹测试。这款无人机由 AI 人工智慧启动，有自主操作能力，无需要人为控制。无人机的动力嘛真轻，会当由士兵单独炸走，伫较免10分钟内完成部署。为经济效益来看，成本比攻击目标更较低。The interceptor drone uses radar data to find targets in air. It catches up to those targets. At that point, the operator is asked to confirm interception, and from that point on, autonomously the system catches up to the target and detonates a warhead in close proximity to it or strikes it kinetically. 对俄乌战争持续发展，进前几礼拜，欧洲真个国家去无人机也是飞行物体侵入骚扰，包括比利时一个军事基地、哥本哈根加慕尼黑机场，这是暗时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机场发现无人机砸关起来，致使空中交通大乱。另俄乌前线的战争，乌克兰东部防线也因为无士兵面临扣人攻破的危机。罗西亚国防部搁伫初五对驻守东部城镇波克罗夫斯克、库皮扬斯克乌克兰军队发出最后的通告，显示战况无亲像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讲的遐尔乐观。But it is clear that the last week or two, Russia has accumulated a larger and larger force in the city. So Pokrovsk would be a really important kind of informational win for Russia, and also an operational kind of success. 爱沙尼亚外交部长初五呼吁中国停止对俄国伫战争的经济支援，加入欧美对俄国的经济制裁，让俄国会当停止战争。另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伫初五暗时甲泽伦斯基电话会谈30分，搁再强调立场无变，会考虑援助俄国重建家园。公司新闻单思彤编译。
来看跳蛙鱼这款动物，英国研究人员发现，在海水温度变悬，跳蛙鱼竟然会自动变较细只咧。变较细只，食的物件变少，吸收酸素效率嘛会较悬。这是头一届伫咧选澳大鱼类发现这款适应环境的能力。I'm gonna get you. I'm gonna be your best friend. Good feelings gone. 海地总动员动画主角，俗称小跳蛙鱼的尼莫，身做正古水，身躯顶有白色、橄榄色的花纹，是制作商内面正受欢迎的鱼。研究人员经过半年观察了，发现小跳蛙鱼的身体竟然有一种特异的功能。Something started happening with the numbers of our measures that was very confusing. And we kept looking at our methods and everything was okay. And it turns out that these fish were actually shrinking. Now,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as really surprising because most vertebrates go in one direction with their growth. They might stop growing at some point in their life, but they don't usually go backwards. There are some other vertebrates that we know this from, but it's still very rare. 研究人员观察134只小跳蛙鱼，发现有101只会伫咧海水温度悬过平均达4度的时阵，自动将身体揪较细只，就讲那是建立节能的模式来适应环境的变化。But it's possible that because it's hotter, there's less food around. And also smaller individuals are more efficient at foraging or at eating. So being small helps because you need less energy. 身体较细，食的物件较少，体型较细只，吸收水内氧气效率也较悬。所以看做小跳蛙鱼对气候变化生存能力正强。研究人员也阁想要进一步了解小跳蛙鱼身体揪细这种生理过程的背后，是食的物件无够，海水的温度也是有多一寡荷尔蒙的影响。因为全世界有28种海葵鱼。再个研究其他种类，才能知影讲，是毋是只有生做像尼莫的这种小跳蛙鱼，才有这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能力。公司新闻王如梅编写。来看葡萄牙罗卡角是真出名的观光景点，人拢讲来到这袂输来到天边海角。这游客这饭店嘛，愈去愈侪间啊。基本烦恼自然生态互破坏，这厝价嘛有好野人差甲买袂起。葡萄牙的罗卡角伫咧欧洲大陆上西边，因为壮丽海花山崖、大西洋的景观甲地理位置，互人讲是海角天涯，也是外首都里斯本的一个热门的观光景点。真侪游客会来这看日头出来、日头落山，伫咧海边啊徛马，或者是买一张世界进步的证书做纪念。Nos últimos 5 anos, temos crescimento por ano de quase 20%. O ano passado fizemos 10 mil clientes e este ano já estamos com mais, em perspectiva. 罗卡角的游客愈来愈多，真侪企业上船这的观光占着，投资伫这去豪华饭店甲度假村。另外，真侪所在厝拢彩排啊，讲要卖，甲这的厝价愈探愈悬。不过，城市愈来愈发展，这的生态风景也慢慢伫咧消失。当地居民担心。罗卡角会变做行高级旅游路线的好野人游乐场。Esta bolha imobiliária, que não sabemos quando é que ela poderá terminar, veio trazer aqui uma loucura de preços. E essa loucura levou a que grande parte da população saísse. 当地非营利组织讲，这一寡拍远的厝，20年前根本就无法度住人，也无人要买。迄当阵要卖2万欧元，不过即马已经化到100欧元。真侪当地居民因为罗卡角过度商业化，尾就离开。不过当地居民讲，问题毋是旅游业本身，是伊的发展方式。这个观光产业发展了伤紧，也无文化内涵。Uma casa foi vendida no centro da aldeia. Foi vendida por 380 mil, pagou fundo imobiliário. A seguir foi vendida por 700, pagou o mesmo fundo imobiliário. A seguir foi vendida por 1.600.000, pagou o mesmo fundo imobiliário. Só o proprietário é que mudou. O que é que acontece? Poderemos dizer que é uma forma de lavar dinheiro.
另外，伫里斯本也有一种另类的观光行程，参观起一个1833年的梦园，业者也会传手电，互你甲梦比顶头的字看好清楚。 Que histórias de fantasmas, não há nada dessas coisas, mas não deixa de ser bocado o nosso imaginário, não é? Cemitério à noite é sempre assim uma coisa. Não é, não tem nada de assustador, antes pelo contrário. E como eu estava a dizer, nós focamos nesta questão do património, das simbologias e dessas coisas todas. Mas eu acho que é a mistura de tudo isto que traz as pessoas. 这是这个梦园第4年开放，来参观的游客讲，日时来甲暗时来差真多，颠倒暗时来较袂惊，而且真侪人拢爱去了解别人的生活，不管这个人抑个活掉的，也是已经死啊。公司新闻深度批编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